使徒行传第11章，使徒甲住伫犹太的信徒，拢有听到外邦人嘛接受上帝的道理。彼得上耶路撒冷的时，也会受割礼的犹太人信徒，甲伊批评讲：你竟然入去无受割礼的人的厝，甲因做伙食饭。彼得就将所发生的代志一项一项甲因说明。我伫约帕城伫祈祷的时，有入神看见异象，有一个物件亲像一块大地布，四角头掉地，对天顶坠落来到我面前。我详细看，内面有地上的精星、野兽、虫拖，甲空中的鸟类。我阁听到有声甲我讲：彼得，起来，摕来食。我讲：主啊，绝对袂用得，我毋捌食有话无清气的物。迄个声第二遍对天顶应我讲：上帝予伊清气的，你毋通看做有话。这个代志继续有3遍，遐个物件就拢阁收倒转去天顶。拄迄时，对凯撒利亚来找我迄3个人，来到阮伫住迄间厝。圣神叫我着甲因去，毋通丢除。迄6个信徒嘛甲我做伙去凯撒利亚，阮就拢入去哥尼流的厝。哥尼流甲阮讲，伊有看见一个天使徛伫伊的厝内，对伊讲，着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叫做彼得的西门来。伊有话要甲恁讲，通互你甲你的全家拢得着救。我开始讲话的时，圣神降临伫因身上，甲当初降临伫咱身上同款。我就想起主所讲的话，约翰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恁会领受圣神的洗礼。既然上帝有将咱信主耶稣基督的时所领受上款的恩赐赐予外邦人，我算啥人，哪会当阻挡上帝的所做？因听到这个话就点去，规银光互上帝讲：上帝嘛有互外邦人悔改来得到活命。因为司提反的代志，受迫害四散的信徒，有的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甲安提阿，因无对别人，只有对犹太人传道。毋过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古利奈的信徒，到安提阿，嘛希腊人传，对因讲起主耶稣的福音，主的气力甲因同在，信来归主的人也真多。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。伊一个教位看到上帝有赐因恩惠，就欢喜劝勉因，大家就专心一意信靠主。巴拿巴是好人，互圣神充满，阁有信心，有真侪人信主。后来巴拿巴去大数找扫罗，找到就带伊去安提阿，足足1年久。因2个甲教会人聚会，教示真侪人。门徒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。迄时有几若个先知对耶路撒冷落去安提阿，其中一个名叫做阿加布，伊得到圣神的指示，徛起来，有言讲，全世界特别有大饥荒。这个代志伫克罗地统治的年间果然发生。门徒就决定，逐个人照家己的能力捐献，通送去真济住伫犹太的信徒。因就照安尼做，将捐献托巴拿巴甲扫罗交予遐的长老。